partnership 嘅公司咧，你都可以申請嘅。咁喺申請呢個基金嗰陣時咧，企業需要喺香港有實質嘅業務運作。OK，即係你就算係一人公司都好啦，咁你嘅都係叫做有實質業務嘅運作㗎啦。咁喺空殼公司或者係香港境外從事主要業務嘅一個企業咧，均唔會被視為喺香港有實質業務嘅運作嘅。咁第三啦，如果企業以前有獲到基金資助嘅，所獲得嘅累計資助金額唔可以超過基金規定嘅累計上限。擁有相近商業登記資料，譬如話業務性質啊、地址啊、聯絡電話啊、股東董事嘅申請企業咧，會被視為關聯企業嘅。咁就算係累計資助上限而言咧，呢啲關聯企業都會被視為單一企業，即係話關聯企業咧所獲得嘅累計資助金額會被合併計算，同埋不能夠超過累計資助上限。企業並非申請